推出安南区就这样玩的旅游攻略活动，是希望说让安南区的美食跟美景能够让大家所知道。那特别是要来安南区观光的所有的观光客、消费者，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安南区要到哪里吃、到哪里玩哈。那我们这次推出了4条路线，可以说包括了整个安南区的全部啊哈，包含东边到西边，从我们的市区到海边都有哈。那我们知道安南区有很多海鲜的食材，那也有所谓米其林的手艺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到安南区。台南是众神之都，但是安南区也有非常多的庙，而且历史都非常的悠久。然后再加上说这里的生态，然后还有我们的科技、绿能等等，其实都在同一个区块里面，就是可以说是和平共存。这个我觉得是蛮难得一见的。像市草绿色隧道，也就是国内外很多游客来到安南区一定会去的地点。然后再加上像最近即将也要迎来的这个鹿耳门圣母庙的这个就是烟火那也都是每年都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啦然后再加上它周边有非常多几十年起跳的这一些就是传统老店，就是小吃所以整个安南区来说，我觉得它就真的就是一个台南的缩影可能就是国安街上的头土一街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安南区是台南的第2大行政区，这近几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速。那尤其安南很多传统民俗跟美食地点，其实也必要介绍给大家知道。那不管是每年的元宵节的土城圣母庙的这个烟火，或者是许多在地的一些寺庙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市草大众庙的市草绿色隧道，其实这边都非常值得大家流连忘返。玩多了也需要吃东西，所以我们安南很多美食也要借这个机会跟美景跟景点这个配合，让大家知道。因此呢，我们特别跟关旅局以及很重要的安南公所，还有许多的寺庙，还有各里办公处一起来介绍这个优质的安南景点跟美食，让大家知道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年推出安南就这样玩，安南就这样吃来让许多的观光客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地的市民，你可能不知道，安南很多有一些地方事实上是有荣登米其林入选或者是必比登的因此欢迎大家，不管是被米其林所肯定，或者是被我们隔壁邻居所肯定，安南美食非常多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安南区。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3月1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府推动宠物友善社区，选伫南区民和公园兴建宠物运动专区。不过有真侪民众有意见，认为市府无事先沟通，因此向议员陈情。今仔日透早邀集双方协调，约定伫咧16号开说明会。位伫南区民和公园，因为占地大，市府动保处规划大约200坪，要设立宠物运动专区，并且伫咧去年底来发包。不过上午却有气功协会成员，因为因长期伫咧民和公园运动，恐惊宠物专区会影响到运动民众的空间，因此发动联署向林美燕等议员来订正，认为市府无事先召开说明会，就来发包要时间。根本是人不如狗，要将民众来赶走。我们练了10几年的地方，为了你们要设立宠物公园，把我们赶走，让我们一些老人都觉得，是不是我们老人的命不如狗？
你们为了狗赶走我们老人，是不是因为我们老人没有生产力、没有利用价值，让我们觉得很伤心？苏丹区连起讲的，就是阮闽南公园人数上济，因为伊有4场，早些6点、8点、下晡3点半，以及暗时7点半。你看有遮侪人伫遮咧运动的时阵，你即摆来用一个宠物公园伫遐时，是毋是有适当？啊，这点呢是阮为喏，这点的诉求。啊，希望呢，咱民意代表会当替阮讲话，而且处长呢会当做一个合情合理的处理。上午出席的议员包括林美燕、王家珍、罗坤福加柯志春，因表示基本上因是尊重人甲动物会用的和平来相处，毋过因看袂过，就是竟然有人透过网络刻意来操作，讲是议员发动联署。因此要求动保处一定爱去做沟通。陈情书也是你们主动，就是自己自发形成联署，然后送过来的，结果被人家讲说这些联署是我们发动的，还说我们在制造对立，我就觉得很奇怪，难道你不能听一个声音吗？而且在网络上面有人民进党还在乱带风向，说我们把那个地方说成要成立一个流浪狗的收容所，我大家都有忌讳的啦。那当然有很多有反对的民众，我们就下面就贴了一个，就是坚决反对到底，坚决反对到底。结果让有心人士有这些那这个理念，有心人士把它拍起来，上面就写国民党议员、林美燕、卢坤福、王家珍联合反对民和公园新建宠物运动专区，又在给我们乱扣帽子了。那讲民进党最会带风向，管你哪一个政党。好，即便我们自己国民党籍的，请不要挑拨离间，请不要火上浇油，造成的后果是让乡亲跟毛小孩后面的主人大家更对立，造成的后果对这个事情有帮助吗？民意代表是要服务人群，替地方争取福利跟权益，不是大家底下在搞对立，安尼。到最后的下场，社会环境、社会的价值就不好了。因为目前拄好是议会临时会期间，上午动保处长周志勋伫咧接到电话，嘛对新娘挂来应话来开会。虽然议会期间，新兼财经委员会召集人王家珍嘛一再要求，虽然动保处施作的宠物运动专区已经发包。不过，伫个还未取得共识进程，希望会用个暂缓。最后，动保处长回应，将伫个3月16日再召开说明会。我们大概这边会预计在3月16号的上午大概10点，在那个彰南那个活动中心去做那个说明会。因为刚刚有提到很多一些问题，那其实站在动保处的一些基本立场。这些疑虑或者误解，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刚刚李上你讲的，讲迄个狗仔这个部分的需要，其实人狗分流，这是即马伫对一个公园拢爱，因为大家公园嘛，拢有人看狗仔，所以人狗分流，这是徛伫阮动保处的。我先讲好，这徛伫阮，希望这个是一个友善城市的迄个状态下，人狗分流。然后，民众离开运动，迄出去嘛较安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固定古迹意在金城，即马正进行入口意向以及景观改造工程，预计会伫8月完工，到时将予旅客有一个文化体验。意在金城是外关市游客来台南一定会去的景点。也不过，即马有工程，园区无对外开放。台南，我们安平古堡也有去啊，走一走。就凡是哪边有可以，有景区。距离顶边修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这回会针对入口意向加景观，重新设计改造。行人看车的动线嘛会优化。城门前面的广场，它会做一个重新的规划扩大，铺面会进行改善。我们现有的售票亭、贩售部、哺乳室呢，也会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建设。1876年完工的意在金城，伫当时有配置全台第一座西式炮台——英国阿姆斯特朗火炮。目前伫园区内底的拢是仿造品，
金马文化局委托专业团队为画展示1:1的火炮模型。基本上是在那个清代沈葆桢时代在建设这座义在京城的时候，用来抵御国外的一些入侵的势力所做的一些防御设施。那也是代表了一个我们台湾引进的西式军事国防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那这个炮已经在历史的沿革当中遗失了，我们也想要复制了一个1:1的一个原来的阿姆斯托朗前膛炮。工程需要时间至少5个月，预计伫8月完工。未来古迹会更加凸显之外，嘛更具文化资产教育意义。同时开发相关文创纪念商品，以全新的服务迎接国内外游客。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今仔日是中秋节，台灯公司举办深呼吸灯厂意象好厝边活动，邀请学童斗阵中秋同时将538古早式火车头刷到新山路边结合福利社胜利号高分车，希望成为新的景点。位伫东区新山路台糖总公司的福利社，伫今年1月24改装重新来开幕以后，成为卖节完美打卡的景点。上午结合植树节，台糖公司嘛邀请邻近将民国小肤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伫个卖场边的花园来种下树苗，并且举行5分车的人斗结拜启用。请揭牌。我们在福利社改造成功了以后，也发想说，我们总管理处里面有2部蒸汽火车头，一部是民国14年制造的，一部是这个538，这个1937年制造的。我们可以拉一部到我们的这一个人行道的旁边，那可以形塑一个糖铁的意象，搭配我们的这一个福利社，应该会让不管是我们的台南乡亲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外面来台南的，有一个新的一个亮点，有一个新的一个打卡的景点。台糖公司董事长杨明洲表示，5分车的步行人道主要以甘蔗园为发想，设计出日式古早型的波浪围篱，搭配台糖首创的538号蒸汽火车头，后并4节的车厢，设计为户外座位区，提供游客一个休闲吃冰的新景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农历2月初2是土地公的生日，台南市中西区府城隍庙特别准备43个顺应元宝，只要有点财运顶的民众，就当参加跋杯求元宝的机会。台湾府城隍庙是固定古迹，主宰台湾府城隍威灵公，庙内嘛有2尊福德正神，手内摕着元宝，非常灵验。信众相当的多。八公做前伊手会着元宝啦咱就上庙方这边才有一个概念，就是讲，用这个八公生来送，互大家会当取到这个银元宝。农历2月初2这天是八公福德正神圣诞，庙方这回特别准备43个顺银元宝，提供有伫庙内点财运顶的信众。来比杯求元宝，送出3个100公克的，加10个50公克的，加30个迄个30公克的银元宝啦迄个幸运的信众来得到这个银元宝来庇佑伊来年会当平安顺遂赚大钱。庙方为去年开始改做顺应元宝抽奖，就得到热烈回响。今年人数增加将近2倍，所以直接变做跋杯比赛，要互更较侪信众会当来将八公的财气。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高雄市凤山区中义里有就亲家的刺毛狗虫出现伫公园，甚至连江边的住家拢有民众要清理这个虫，也阁造成皮肤过敏。区公所就马上请来厂商喷药目前已经得到改善。
上千只的毛毛虫出没在凤山区的公园，甚至沿着墙壁爬呀爬，入侵周边民宅。有附近居民为了清理毛毛虫，一个不小心，毛毛虫掉到脖子上，进而出现发炎红肿的伤口。因为我每天呢都是去散步啦，散步回来我就把它清一下啦，结果在清的时候，大概它掉到我这里来了，这里啦，这个被咬。不只出现在公园里，就连附近居民的家中和车子都沦陷，只要爬得到的地方都陷入了虫虫危机。如果不小心被咬了一口，甚至还会奇痒无比，民众不堪其扰，怕毛毛虫的民众甚至吓到不敢回家。那个虫虫危机，那个数量真的是爆表。它那个虫虫都会寄生在这个树木上那么已经长大成虫，都到处都是在爬行，甚至已经有达到说已经爬到2楼，有发现它的足迹，甚至我们的所有的里民住，尤其是女性，那吓得都不敢回家，都在外面做借宿。虫虫入侵家园，民众只能拿起扫把本机来抵抗，几乎每一次都能扫个近100只，真的很夸张。今年的数量真的是超乎意外，它的整个每一个市几乎都每次都每天早上它都扫了1笨斗，都几乎都是100-200只了市几乎加起来就大约出估起来就有1000只以上的那个现象的数量。不只是入侵家园，就连一旁公园里的植栽叶子都被毛毛虫乱啃一通，原本美轮美奂的小公园顿时成了虫虫的乐园。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堪的其扰，而且现在它的繁殖量已经大的，一直都是在啃食周遭的一些的绿色的植物。导致呢我们这植物呢有一些受损啦，还是萎缩了，甚至是干枯掉。为了避免持续造成民众恐慌，凤山区公所也请树木专家协助防治，并请厂商进行喷药，以减少毛毛虫的繁殖与对住户的危害。那主要就是小白纹独蛾的这个幼虫毛毛虫，它是季节性的在产生，大概在初春这个时节呢。就会有这个幼虫的大爆发。那因为这个是季节性的东西，我们也有会同农业局来评估是否来更换这个植栽来减少这个幼虫的这个爆发的产生。由于小白纹独蛾的幼虫主要是季节性的爆发，目前怀疑可能是因为当地的植栽问题。区公所也会同农业局一同到场评估，要减少毛毛虫对于当地的影响。记者王仲凯、庄淑婷高雄报道。高雄的轻铁正式收费，经5公里20块，一抓上济收35块。要么去观察落来，坐车的人比平常时更较少，到底是啥款的情形？来看下面的报道。高雄轻轨试营运期间，免费搭乘的好康结束了，从2月26日开始收费。由于收费这天不是假日，再加上前一天黄色小鸭谢幕，正式收费第一天，人潮比起以往的盛况少了许多。看起来人潮有变化吗？应该是有了。人潮有啊，今天比较少人啊，现在9点多了嘛，人比较少，比平常少很多，可能只有1成不到。对呀，那这样就是有可能是收费原因。收费一定是90%，是90%。虽然轻轨站的搭车人潮明显较往常少了一些，但是相对的，最容易塞车的月台刷卡机也减轻了不少负担。就算是一群人同时进入月台，也相当的顺利。我本来以为是有分进出，后来是没有嘛。其实就是这样，还蛮方便的，因为就是你人多进出站人多少的时候，这个空间其实是还蛮好弹性调整的，就比较不会塞车。虽然收费后影响民众搭乘的意愿，但是对于购买399月票的民众，就算改里程计费，还是一票吃到饱，坐再远都不在乎。因为我有买月卡，所以我觉得差别没有很大。我是没什么差别，因为我有买月票。原本的试营运期间，就在让民众适应上下车刷卡的改变。高铁公司也提醒搭乘的旅客，进出车站应于各车站月台刷卡机完成刷卡，如果没有完整的进出站刷卡记录，将会被锁卡。高雄轻轨经起正式收费，该采里程计价方式，票价最低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进出车站应于各车站月台刷卡机完成刷卡，若无完整进出站刷卡记录，将被锁卡。
不过轻轨成员之后，也不是让大家每天坐着轻轨绕圈圈散心，绕一圈大约是90分钟。高铁公司也决定，若是单趟坐超过120分钟，还要再加20元。轻轨全线单趟绕行一圈约90分钟，若乘坐时间单趟超过2小时者，除车资外，将另加收20元逾时费用。高雄轻轨正式收费第一天，一切都相当顺利，唯独有7处车站出现验票机异常，无法刷卡的情况。所幸在高捷公司紧急查修后恢复正常。记者王仲凯、钟淑婷高雄报道。台北市府宣布 U-Bike 前30分钟免费，同时将车辆增加到27500台，鼓励民众使用绿色运输。2024年18号起，北市减碳绿运输 ，U-Bike 前30分钟免费，运动休闲，保健康，通勤通学，罗美通，欢迎多加利用。为了让台北成为安全之都、运动之都及未来之都，并落实2030北市减碳40%及绿运输使用率70%的目标，台北市政府2月28号起实施 U-Bike 前30分钟免费，且同步扩增车辆规模。也谢谢我们局处同仁以及很多市民朋友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做了很详尽的研究跟规划，相关的配套。也透过大数据的分析，以及调度站点的统计啦，持续的监测，所以选在明天正式上路。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让台北市持续朝向近零碳排的目标前进，达到减碳永续的共同目标。其实我想台北市，我们身为首善之都，我们的施政愿景。永续共荣，希望首都永续这2个字放在最前面，表示这是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天 U-Bike 前3路免费，不只是在交通运输、在居住、在废弃物处理等等各个面向，我们全面动起来。而交通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U-Bike 在台北市，我们有1338个站点，是布建数全国最高，也是密度最高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借由这样的优势，鼓励市民朋友来使用绿运输，使用 U-Bike 成为他运具的项目最优先的选项。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推动这样的政策，我们也做了相关的配套。我们不只是增加车辆，我们扩大我们的规模。我们也预计在接下来的3年会投入12000辆，今年就会有6000辆。那我们会逐月的来增加，同时我们也是随时在监控每一个站点它的租借次数、建车率以及调度站的建车率。我们会即刻的做紧急的应变，我们有成立紧急应变群组。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每一个站点无车无站的情况有监控仪表板，随时掌握情形。另外，我们也增加了调度人员以及调度车辆。我们希望能够在政策上路之后，而面对各项的可能发生的困难，我们即刻的来解决，满足市民的需求。其实我们很重要是希望达成我们阶段性近零碳排的目标，2030减碳40%，也希望我们的绿运输使用率达到70%，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市民朋友跟我们一起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推出了减碳存折，所以未来使用 U-Bike 也可以累积到我们的减碳存折当中。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各项的方案，来鼓励大家尽量的使用 U-Bike， 搭乘捷运，使用公车，使用绿运输，来成为大家交通的运具。那最后，我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维丹、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以及在推动这项政策付出的伙伴，能够让这项政策明天正式上路。实施30分钟免费以后，我们预估整体的租借次数会增加15%。那因为我们之前大概除了定期票跟转乘优惠以外，大概有50%的人现在已经享有30分钟免费了。
那我们现在实施30分钟免费，会在这原本50%的人他要付费的人，他现在也不用付费。那我们预估1年大概新增2700万人次的租借次数是不用再付费的。那大概可以整体可以增加15%的租借次数，那大概可以减碳7000吨，然后可以减少18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排。未来我们搭配我们的扩增计划，我们除了车辆会增加12000辆以外，到2017年会增加12000辆以外，那我们的站点也会从我们现在的1338站呢，增加到2000站在115年预计增加到2000站。提醒民众，公车、捷运双向转乘 U-Bike 就不再重复提供优惠，原同站还车再续借，需从原本等待5分钟延长为10分钟，避免占用其他民众使用权益。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